黄世景一听到小弟伫海外有接触过台独联盟，对一寡报社为党国讲话感觉真不满。想袂到讲，小弟不满竟然化作行动。黄世景伫事后帮助黄世忠逃到海外，家己却因为创立贩毒的罪名来审查。黄大哥敢会当甲阮讲你等家的经验？其实我已经拢做上歹拍算啊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至少我已经甲阮小弟的命救起来。做一个大兄，你该有的责任也拢做到啊，无啥物得失的心啊，反正。搁较落歹嘛，大不了，敢若互伊证实了无？反正掠着我啊，就是我会面对啊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